全世界注視中東局勢之際，唔少富豪家族都尋求撤離中東，啲錢流去邊？瑞士、新加坡都唔係。數據話你知，資金正加速回流到呢度香港。香港金融學院最新報告話，有91%受訪家族辦公室已經喺香港佈陣，計劃未來3年喺香港買投資風險產品嘅家辦比例，預計由54%升到78%。特區政府原本想用3年招攬200間家辦，結果上年8月就提早達標。而家香港嘅單一家辦數目已經突破3380間，超高淨值人士數量全球第2，好多人會攞新加坡嚟比較。但論股市規模同流動性，香港依然係大佬。滬深港通、債券通、跨境理財通呢啲通往內地嘅資金高速公路，香港係唯一入口。仲有簡單稅制同世界級專業服務，其他地方唔會俾到你。香港唔係淨係食老本，今屆政府喺度為香港創造緊新增長空間。上市制度大改革，便利特專科技公司集資，數字經濟、綠色金融、大宗商品、藝術品交易，全線火力全開。嚟緊政府立法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，創造一個全新同國家對接嘅高科技矽谷。瑞銀同波士頓諮詢公司已經預言，2027年香港將正式超越瑞士，成為全球財富管理一哥。你又識唔識得早着先機呢？